TVB 劇集《亂世佳人》嘅一班演員之前專程去到南京拍攝外景，咁呢日劇中嘅幾位演員，包括陳錦鴻、胡杏兒同埋吳卓羲，去到一個圖片展覽度睇翻當其時影落嘅相，都勾起咗唔少嘅回憶。劇集《亂世佳人》即將播出，為咗幫新劇造勢，一班劇中演員胡杏兒、陳錦鴻同吳卓羲唔單止齊齊出席圖片展覽睇翻當時嘅劇照，三位對於呢套劇海報上自己嘅造型亦相當有興趣。杏兒就話：因為呢張海報係佢為肥田喜事增肥前拍落㗎。因為咧呢張相係我增肥前影㗎，咁即係要睇下我而家究竟係咪同我以前一樣咯。係，但係好多人都話我而家仲瘦過以前啊。係啊，咁係咯，再睇下都因為好少咁大個樣嘛。其實呢個咁嘅造型咧，其實最特別對於我嚟講咧係留個胡鬚，呢個係我自己嘅。OK，唔係黐上去。唔係黐上去，唔係黐上去。我睇翻相，原來公司即係去揾咗個即係攝影師去即係影相嘅攝影師去影咗咁多張相。我而家我睇到頭先，因為點解我會睇咧？因為每一場戲我哋都有用心去拍，咁有一個回憶嚟嘅。其實能夠有呢日嘅圖片展，當中居功至偉嘅，怕且都係相機呢項發明啦。不過一向有自己一套嘅陳錦鴻，就對相機同影相有另一番睇法。如果記得嘅就記得啦，如果唔記得嘅咧就咁由得佢唔記得咯，唔係樣樣都要記得。所以我到而家都未有相機。雖然錦鴻講得咁實牙實齒，不過一諗到即將出世嘅仔仔，錦鴻就完全推翻自己嘅一套理論，話要即刻買相機喎。所以話 BB 嘅威力真係驚人啊！有趣咯，成件事，即係你同佢拍下照啊，或者第時可以記得翻啊，或者一個1歲、2歲、3歲、4歲、5歲咁樣，大家有啲小學畢業啊，或者即係呢啲咁重要嘅階段，你唔想擁有，或者佢想擁有咧？錦鴻嘅一套理論唔單止適用向即將出世嘅阿空仔身上，就連胡杏兒都一樣啱使，因為佢喺拍攝肥田喜事期間，竟然唔記得為肥田留倩影啊！其實嗰陣時都要多謝啲記者咯，因為係每一日都嚟探班差唔多，咁應該好多。我諗嗰段期間係當係我嗰啲新聞啊，應該有我全個即係 career 裏面咁多嘅新聞加埋咯，因為有幾百則啊，應該係好犀利嘅，係，所以可以去網上面 search 翻都得。啱啱去完蘭州做親善探訪嘅杏兒就話，當地嘅雪景靚到好似北海道咁。近期忙於拍攝《歲月風雲》嘅佢，呢日出席完活動就要飛去寧波繼續拍攝，認真係夠晒忙碌。所以早前3線劇集舉行記招，杏兒都身在蘭州未能出席。而當時在場嘅阿 Ron 吳卓羲就講過萬人坑一幕相當震撼。呢日佢睇翻當時嘅相，又再次勾起拍攝嘅回憶。即係你睇到，如果你睇嗰啲相啊，咁啲其實嗰啲泥咧係濕嘅，咁你一撳落去咧，你就係已經係藏咗落去嘅手啲泥度。咁你諗下，成個人瞓喺度啊，咁嗰啲臨時演員即係好專業啦，個頭又挨落塊嗰啲泥度啊，咁成面都係血漿啊，黐立立眼都開唔到㗎，嗰啲血漿其實係蜜糖嚟㗎嘛。咁因為會張住，咁其實都幾辛苦嘅。咁我唔辛苦啦，即係我就跑上嚟咁樣嚇。